到勾勾公哈发，我是怡姐，我是敏华。怡姐，我超爱逛夜市的，我觉得超有趣的，而且也太多好吃的东西了吧。而说到夜市呢，我一定要好好推荐一下新竹的城隍庙夜市。我也很爱逛新竹城隍庙夜市因为我觉得新竹城隍庙夜市很多小吃都很棒。不过我觉得来到了新竹，一定不能错过的，当然就是新竹的名产，也就是新竹米粉了。米粉就是米粉。米粉就是新竹很有名的米粉了。另外，新竹很有名的名产呢，有一样也一定要点哦，那就是公眼了。公眼真的很好吃哦，贡丸汤呢也很美味。对呀，公眼也一定要点，但是我觉得到了夜市，肚子得要大一点，要多尝几样。像是蚵仔呢，我到每一个夜市一定都会点的就是蚵仔煎，蚵仔就是牡蛎。牡蛎就是蚵。那今天我们要教大家一整句话呢，就是夜市有卖米粉。这句话要怎么说呢？这句话应该要告诉大家的是夜市有卖米粉，夜市有卖米粉。今天勾勾公哈发呢，就带大家一块去吃新竹的名产小吃。米花难得来新竹，一定要来城隍庙夜市吃小吃。哇，这米粉看起来很好吃那你先去做，我来点。老板，我要一份。哇，你这样试看看，这是新竹很有名的米粉。这米粉看起来超好吃的，我待会一定要好好品尝。不过你怎么知道啊？我超爱吃公眼的。这样你喜欢吃我才点的啊，超 Q 的哦，一定要试看看。还有这个很脆哦，是新竹很有名的蚵仔煎。我告诉你哦，蚵仔煎啊，是我每到夜市必点的，我超爱吃蚵仔煎。那赶快试看看吧。你今天点的都是我超爱吃的。哇，这个新竹城隍庙的夜市也太好逛了吧！真的好想每样都吃哦。真的也太多美食了，我真的吃得好饱哦。所以今天赶紧帮大家教呢这些客家话，也帮大家好好复习一下。那么首先呢，帮大家复习的就是来新竹必点的米粉。米粉就是米粉了，除了米粉之外呢，另一个必点的就是贡丸了。贡丸汤的贡丸就叫做公眼。对，公眼之外呢，我爱的是蚵仔，也就是牡蛎。牡蛎就是蚵。那另外我们要教大家一整句话呢，就是夜市有卖米粉。这句话要怎么说呢？这句话要帮大家复习的是夜市有卖米粉，夜市有卖米粉。今天勾勾公哈发呢，带大家饱尝一顿，很舒服吧？我们下次见，拜拜。